嘛，这个鸡卵是又搁起价咯，每台斤的挂价搁起2块。上主要是农委会进行补助卵农，每台斤3块的这个措施，为今仔日开始来促销。结果挂价为每台斤46块起到48块，市场小卖价数差不多伫个50块左右。农委会讲，这波是起无多，讲这个天气豆豆反烧落了后，生卵鸡整体生卵量卖豆豆搁回转来。鸡蛋不见了，完了，都卖完了呢。几10分钟就卖完。店头买无卵，然后内底拢是空的，头家目睭无耐讲，明仔载才搁来。早一点来。哎，现在已经管理类啊，卖家啦。买无卵，头家嘛无法，因为进货量和进前差伤济。还是很缺啊，拿不多了，之前的1半的量而已啦。若无卵，价小可一直变贵。今仔日开始，农委会促销每台斤3块的补助，批发的价小为46块起到48块，市场价小嘛差不多伫咧50块刀。未来卵敢会阁继续变贵？我们国内的一个生产量是逐步在增加的，那这样的一个生产应该可以减少我们后续那一个等于是鸡蛋供需的一个缺口。要完全讲会恢复卵量会正常，我的看法是无遐简单。因你鸡仔的时，要入鸡仔囝的时，你着爱5个月才会生卵。天气豆豆烧落，卵的价小敢会当回稳，都要阁继续观察。我是吴一璇，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